为民情，咱求信心进入安静咱的心，咱备办好来敬拜咱的主。咱只是为着咱家己做伙来祈祷。交托仰望你，阮求你的心甲阮伫地，是阮祝福伫阮的中间。也阮的主上帝，我要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伫主日的早起，阮用欢喜的心备办阮家己来到你的面前。主，阮恳求你的信心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帮助阮拍开阮的心，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的帮助。主，你也祝福阮今仔日早起所有服侍的同工。主啊，你互阮同心合意，将你的百姓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甲你相拄。主，你亲自施恩伫阮的中间。主，阮恳求你的信心，引带带领阮。主啊，阮恳求你，一时互阮的心备办好，迎接你临到伫阮的中间。阮要献上上好的，互你，求你来感纳。主，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也恳求你备办阮每一个人，互阮今仔日甲你相拄，来领受你的恩典。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清早，你听见我的声音，太阳一出来，我免你白热我的心意，听候你的回应。愿意伫我因为你丰盛的主爱，我会当进入你的圣殿，我恭敬拍拜，伫你的圣殿中敬拜。
请咱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52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圣诗52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请起立。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愿要学到你的圣名，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互阮享受大自然的水较好。阮要感谢你赏赐阮丰盛的性命，佫1万人中拣选阮做你的囝儿，世世代代。做阮道险的所在，甲患难中及时的帮衬。你的圣神保惠师时常保护引带阮头前的路。面对生活最多挑战，互阮无得到受到物质的迷惑，离开你的道路。今早起，阮来到你的圣殿。要敬拜你、亲近你，我们用谦卑安静的心，听你的话语甲教示。我们感谢你极大的恩惠，亲爱的主耶稣，阮是自罪，竟然会当得到你遐大的疼痛，你甘愿为着拯救阮。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着阮世间人受定一十字架顶，流血受苦，牺牲性命，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这是何等无比的疼，也是永远的疼。阮知家己的罪过，恳求你怜悯阮。赦免阮拢总的罪，医好阮一切的病。主啊，阮切切羡慕你的义，亲像鹿千千，切切羡慕溪水。求你赐阮慧力甲智慧，学习你的行道。听阮的厝边，亲像听阮家己，每日反省阮的言行，
所做所讲，是毋是下伫你的旨意？求你免令阮甘心服侍，成做别人的祝福。即时，阮要为着身体欠安、家庭有死失、工作拄着挫折、生活散乡的人来祈祷。恳求主特别看顾安慰因的心灵，赏赐因气力甲信心，为因开路，早日脱离忧伤痛苦的境境。阮安尼祈祷无完全，阮要用做声，用主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启用16篇，是圣诗后面第24页。启用第16篇诗篇67篇，我来起，大家来用。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咱过来吟圣诗，学罗上帝圣诗263首，至圣的天父求你拍落听，至圣的天父求你拍落听，请起立来吟。
者学老，要请献歌队来学老，做伫主的身边，做伫主的身边。这时，咱要来攻读上帝的话，记载自新现代中文译本199页《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甲16节。后一位是《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甲16节。扫罗继续用凶恶的口气恐吓主的门徒，伊去见大祭司，要求发予大马士革各犹太教会堂的文件，允准伊去掠信主道路的人，无论男女，拢押解到耶路撒冷去。一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中，即要到城里的时，忽然有一道光对天顶落来，四面照着伊，伊就跋倒一地面上，听见有声音对伊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祸害我？”伊就问主啊：“你是几罪？”迄个声音回答讲：“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入去
入去城内，有人会甲你所应该做的代志，甲你讲。第二位要看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第1章13节到19节，现代中文译本287页。加拉太书第1章13节，我以前信奉犹太教时，行事为人。做人，恁拢真清楚。我无留情会迫害上帝的教会，尽力毁灭伊。伫同辈犹太人的中间，我比别人更较积极的遵行犹太教规，更较热心遵奉祖先的传统教训。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伫我出世以前，伊已经精选了我，调我来侍奉伊。当伊决定我启示伊的囝儿，互我伫外邦人中间宣扬有关基督的福音的时，我并无任何人请教，也无去耶路撒冷见遐比我大成做使徒的人，却马上到阿拉伯去，然后倒转来大马士革，过了3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拜访彼得，佮甲伊住15天。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无见过其他的使徒。圣经以上，愿上帝祝福大家，遵照圣经的教示去做的人。这时，咱要请薛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信仰生命的建造，信仰生命的建造，请咱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日，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当咱若提起咱的周报，会当伫头一页，会当看到咱的相连教会年度主题，就是培育信徒灵命，塑造教会文化。这是咱的教会意向甲操练。只有每一个信徒的灵命受起造，才会当为着教会带来正确的信仰文化。也就是只有当每一个信徒拢会当活出服侍教会、甲见证上帝使命的时，才会有正确健康的教会。培育信徒灵命、塑造教会文化的目标，就是要起造咱的信仰使命，借着侍奉的操练，互上帝不断来打破、改变、引带使用咱。互咱会当互上帝欢喜，诚做主所要重用、祝福别人的器具。这是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主，阮即时来到你的面前，我要献上感恩，因为是你的恩典拣选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主，即时阮欢迎你来到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掌管阮的心思意念。通过你的话，亲自来启示阮、帮助阮。主，阮只是将以下时间交伫你的手，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互咱来看见，当上帝要使用一个人进前，的确会亲自带领甲陪伴，来起造整合这个人的信仰使命。因为上帝所要使用的人，的确要先打破、改变，甲受起造了后，才会当互上帝来使用。今仔日的圣经，互咱看见使徒保罗就是安尼的一个人。所以牧师要先带领大家做伙来看保罗的信仰使命受起造的过程。第一，
当上帝呼召领教的时，保罗伊用愿意的改变的心志来回应。上帝呼召一个捌迫害过伊的教会的人，通过保罗真正的改变，互保罗成做圣约中真济本圣经的一个作者，也成做一个大有气力传福音的勇士。拄则咱所读的第一位的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有记载，伊讲扫罗继续用凶恶的口气恐吓主的门徒。保罗伊原本的名是叫做扫罗。伫《使徒行传》13章第9节有记载，伊伫第一届外邦传道旅行中，伊才来改名叫做保罗。对遐以后，所有的人拢称呼伊的名叫保罗。所以保罗伊特别伫加拉太书第1章13节，伊有讲：我以前做犹太教导的时的所做所行，恁已经有听见。我原领激烈迫害上帝教会，要彻底甲伊毁灭。少年的保罗，因为伊的犹太法利赛人的信仰背景，互伊激烈、毫不留情，要迫害犹太基督徒。总是当上帝呼召领教的时，伊用愿意改变的心志来回应上帝呼召，将福音传扬到外邦中，成做迄个桥梁。第二，上帝拣选对祖先传统教训热心的保罗，来成全福音的事工。上帝予保罗对祖先传统教训的热心，会当转变做一位对福音热心的一个勇士。加拉太书第1章14节，保罗伊讲：伫同一辈的犹太人中，我比别人搁较积极，遵趁犹太教规，搁较热心遵守祖先的传统教训。兄弟姊妹，我比别人搁较积极，这就是保罗。所以，请咱会当注意，上帝会当使用咱生命迄个热情，而且佫运用咱生命所经历过、所学习过的一切资源，会当成做咱追求信仰的基础。第三，上帝亲自向保罗启示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加拉太书第1章16节的前半段，保罗伊讲：当伊决定向我启示伊的囝。保罗伊确信，伊所领受的启示是对上帝来的，帮助伊脱离以前所行的事。但以后伊所传讲的，无过是犹太传统的律法教规。伊即马开始所传讲的是上帝的囝，国外耶稣基督。通过上帝的启示，保罗伊深深体会到上帝的恩典，甚至伊伫15节还佫讲：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伫我出世以前，伊已经拣选我，调我来侍奉伊。而且甲咱讲，保罗伊是自细汉就互上帝来拣选，分别做成领受恩典呼召的人。上帝为着要起造保罗的信仰生命，搁伫17节安尼写，带领保罗前往阿拉伯一段时间。伫遮所讲的阿拉伯，毋是今仔日中东地区迄个阿拉伯国家，这是保罗的时代大马士革社外一个地区，属伫阿拉伯这个民族所统治的所在。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伫当时任何属伫阿拉伯管辖的所在，拢总称作阿拉伯，包括大马士革社外地区。也就是讲，上帝带领保罗
暂时离开原本的犹太文化、传统甲宗教的影响，互保罗对上帝、对基督的福音有正确合宜的认识，互伊得到气力，往外邦人来传福音。第四，上帝毋是用短短的时间，毋是用一夕之间来起造保罗的信仰生命。上帝要起造一个人，伊要亲像变魔术共款，伫短短的时间来完成。圣经18节有讲，过了3年，各位，这是上帝起造保罗信仰生命的时间。对保罗信主耶稣，到伊记着彼得甲雅各，迄拢是3年后的代志啊。煞只圣经有特别记载，讲伫18节，伊甲彼得做伙大15天，表示伫遮尔啊短的时间内，伊无可能对彼得兄来学习基督救恩的道理。保罗伊会讲遮的话，是为着要证明伊所传讲的基督救恩的道理，毋是受到任何人的教导，伊是直接对上帝来的。而且上帝伊也安排保罗甲彼得、雅各会当见面，这说明了伫传福音的事工上，是需要有属灵同伴，做伙分担，互相扶持，彼此鼓励。伫福音的事工中，同心服侍上帝。各位兄弟姊妹，通过顶面，咱看见保罗信仰生命受起造的过程。牧师要分4点来甲大家做伙思考，咱的信仰生命要安怎来受起造？第一，爱有愿意改变的心志，爱有愿意改变的心志。各位兄弟姊妹，请问，咱人为什么要改变？咱为什么要改变？就是因为咱有看见头前有一个比现在更较理想、更较好的目标在等待咱。就亲像以色列百姓，因期待会当离开迄个做奴的埃及地，煞接因也要进入到上帝所应允老人甲伊的迦南地，这就是改变。所以改变有包括2件代志。第一个就是爱离开，第二个就是爱进入。也就是讲，以色列百姓伊若无离开埃及，因就无法度进入到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同款，使徒保罗。伊第一个改变是啥物？就是要离开迄个迫害基督徒这件代志。第二件改变，第二件代志是啥物？就是要进入上帝为伊备办信仰生命的起造中，来完成上帝予伊往外邦宣教的使命。18世纪有一个名叫做 John Newton。英国人，伊是一个运送甲买卖奴隶的生意人。1748年，伊在运送奴隶要转到英国的海上，拄到一个非常大的风影。迄个风影常常要将伊的船来拍沉，就伫迄个时阵，伊就跪落向上帝来求救。就伫迄个暗暝。John Newton 伊就感受到有一位听人祈祷，而且佫会当回应人祈祷的上帝，亲像伊是遮尔啊罪大恶极的人，竟然佫会当得到上帝赦免、怜悯甲接纳。经过一段时间 ，John Newton 伊认罪悔改，伊离开原本
马马罗的胜利，伊进入到上帝为伊备办的使命中，伊成做一个牧者，甲福音诗歌的作者。1772年，伊写了一首大家非常熟的诗歌，就是《奇异恩典》。这个歌词一开始就讲：“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首诗歌一直到今仔日，犹原是济人真意爱、真感动的诗歌。这是作者生命改变的一个记录，也就是讲，将一位原本通过马马路的来得到利益的人，改变做伊放弃这个利益，来替路的争取自由的人。过去John Newton， 伊是一位做路的马马生意人，伊改变了后，伊变做为着路的自由来打拼的人。因为伊的坚持，影响了当时有一位真少年的英国国会议员威廉·威伯福斯。这个少年的议员，伊就一直伫国会中打拼几十年，一直到1807年，英国就成做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国家。2006年有一出电影，就叫做《奇异恩典》，就是迄个海报，《奇异恩典》，伊就是在记载这段历史。兄弟姊妹，John Newton 的改变，伊并无只是停留伫伊的船拄着危险得到解决，伊来信耶稣尔。伊毋是只是离开迄个马马路的生理尔。更较重要的，John Newton 的改变，是上帝带领伊进入伊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互伊的人生规个方向来改变，甚至是影响着国会议员，因为安尼来改变国家，废除奴隶的制度，诚做祝福人的器具。第二，爱有追求信仰的热情。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对某一种的代志，咱拢有一个特别的热情，甲迄个渴望。这种的热情会当是好的，嘛会当是毋好的。咱的热情若用对所在，就是行远成功的开始。热情若是用毋对，可能就会凄惨落魄。根据一项调查，美国前500名大企业的总裁，其中有50%以上的人，因伫学校的成绩拢是平均水准以下。过咧，美国100大富豪中，嘛有50%的人，伊并无去完成大学的教育，是毋免讲研究所啊。各位，才会看做遮尔平凡的人，是啥物原因，互因会当有遮尔大的成就呢？答案就是热情。答案就是热情。伫保罗的生命中，有2种的热情，互伊当伊互主耶稣更照以前，伊是为着犹太祖先传统教训大发热心，就是因为伊对犹太传统教训大发热心，所以伊就无法度去忍受遐个无为着犹太传统教训大发热心的人，伊无法度去忍受。总是当伊在前往大马士革，要掠这基督徒的路州，耶稣光照伊，互伊真侪悔改，而且用行动来证明伊的改变。甚
圣经甲咱讲，保罗对耶稣光照伊，而且佫甲伊讲话了开始，一直到伊为着福音顺道来死，伊的一生拢只有为着传扬基督的福音大发热心。兄弟姊妹，咱也着恳求上帝光照咱，将咱的热情用伫对的所在。咱的热情若无用伫甲上帝国顶悬，咱的热情若是甲福音是无关系，咱的热情若是甲永远的性命无关系，咱不但袂受到利益，反倒等会受到限制甲伤害。互咱根据上帝将传福音的热情，甲对永远性命的渴慕，加倍赏赐咱。愿咱常常转到起初对上帝迄个疼甲感动，通过常常甲别人来分享上帝伫咱生命中的恩典，互咱保持对福音甲对信仰的热情。第三，要有单独调记上帝的时刻，要有与上帝独处的时刻。有人认为信耶稣就是互人的心灵有一个瓦靠，但是真正的基督徒毋是安尼。真正基督徒是有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疼，来受到感动，愿意付出努力追求信仰的成长。伫保罗伊相信主耶稣了后，伊真正认真打拼，追求信仰的长进。圣经17节甲咱讲，保罗伊往阿拉伯去。各位，为什么圣经特别要记载保罗往阿拉伯去呢？这是因为要强调，伊伫遐是过一个单独调记上帝的生活，伫遐亲近上帝。亲像摩西，伊也是家己一个人，到西奈山顶40天，伫亲近上帝相款。咱要知，一个上界有气力的基督徒，是一个意爱调记上帝，佮享受伫主内面的人。主耶稣伊要出来传道进前，伊受到信心的引带，到旷野禁食40天。使徒保罗伫要服侍进前，也互信心引带，到伫阿拉伯来亲近上帝。请兄弟姊妹，请咱注意，上帝要起造咱的生命，的确先互咱意爱有调记上帝的生活，享受伫主的内面的时刻，互咱的信仰更较长进。今仔日是4月份的第3主日，咱有看过这张纸无？有无？还未看过的人，请咱爱去外口摕一张转去。这是咱的教会今年度的读经的进度。咱配合教会读经的进度，过去的3个月，请问你敢有还会记的？咱读过啥物无？咱对1月开始读，有约伯记、传道书、雅歌、马可福音，直到今仔日读啥物？以赛啊，真赞！大家拢会当回答，表示咱拢有在照进度在走。所以咱要知影，咱的读圣经、咱的灵修、咱的祈祷，这就是一种调记上帝的时刻。无人会去调查你到底有读圣经、有灵修、有祈祷无？但是咱的上帝，伊清清楚楚知影。保罗伊伫阿拉伯的所在，伊用了3年的时间，伫遐过着单独调记上帝的生活。今仔日，咱毋免到伫阿拉伯，毋免到伫郊外，咱只要伫咱家己的厝内，
逐工用15分钟、20分钟，甚至半点钟，咱祈祷、灵修、读上帝的话，这也就有单独调记上帝的时刻。这也是咱每一天生活快乐的来源。第四，要听候上帝时间甲安排。当保罗伊在写加勒泰书的时，迄是伊已经信耶稣13年以后的代志啊。新约圣经有几本？27本，27本主伫内底，新约圣经，其中就有13本的圣经是保罗伊写的。各位，为什么保罗会当写出遮尔啊济个伟大的批信，互人藏伫圣经内底，流传到现在？而且伊所写的批信，对教会发展拢有真大影响。除了信心的感动以外，咱也看见上帝使用保罗的一生，伊自细汉所受的教育，上帝嘛使用。啊，搁有就是咱拄则所讲的。保罗伊是过着，而且享受单独调记上帝的时间。兄弟姊妹，当上帝要启造咱的信仰生命的时，的确会有伊的时间表。咱应该爱听候配合上帝的时间甲安排。上帝袂将咱留伫一个所在受久，伊也袂将咱留伫一个所在真短。伊知影什么人或者是什么环境对咱是不利，爱咱闪避；什么人或者是环境对咱有利，就带领咱前进。上帝知影咱的需要，伊会帮助咱，互咱有时间成长，互咱有能力来完成伊所交托的事工。就亲像保罗。伊拄仔信主的时，主耶稣的时，耶路撒冷的门徒拢真犹豫，伊到底是真的信还是假的？犹豫伊的动机，而且佫惊伊无愿意接纳亲近伊。伫即个时阵，上帝就带领保罗前往阿拉伯的所在。了后，上帝佫将伊带转到大马士革。当伊去耶路撒冷的时，伊也无去记其他的门徒，只有甲彼得做伙15天，也记着耶稣的小弟雅各。伫遐短短的时间，互保罗找着属灵信仰的同伴，福音事工的同工。续接就是保罗3摆的外邦传道旅行。后来，上帝佫带领伊写了济的新约圣经中影响基督徒生活的教牧批信。亲爱兄弟姊妹，咱着等待上帝伫伊所定的时间，对咱生命的引带甲安排，互咱会当行伫上帝应允甲陪伴中。最后，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要启造双连教会，伊也要启造每一位双连人，伊搁较要启造每一个伊所呼召的人。上帝要引带咱的教会进入伊的阳光，照着信心的帮助，伊毋能爱规个教会拢振动起来，伊要伫你我生命中来做工，带领咱来行天路。兄弟姊妹，上帝计划要伫咱的生命中实现。伊对一开始就对你、对我的生命有安排。无论过去咱有啥物款的经验，无论咱的婚姻、咱的家庭安怎，无论咱的工作还是学业怎样，只要咱有谦卑接受上帝，有愿意改变的心志，有追求信仰的热心，有甲上帝单独做伙的时间，
爱听候上帝的时间甲安排，通过信心，伫咱目前生活的处境中来做工，去做咱的信仰使命，咱就会当活出有上帝美好计划使命，来回应上帝疼甲恩典。咱做伙来祈祷。预备阮的主上帝，我们搁一届伫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当阮也搁软弱、无安全，你有愿意拣选阮、使用阮。主，愿你的信心进入伫阮的生命中，来更新改变阮，来起做阮的信仰使命，互你来使用。祝福每一个人会当有上帝你的荣光充满，阁会当归荣光互你，利益伫别人。主啊，恳求你的信心继续做工伫阮的生命中。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继续，咱要来吟心圣诗646首，一周部第4页，来回应上帝的听。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起立。
这时咱要来奉献。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准备听从阿爸的上帝，感谢你享受阮丰盛的生命，甲健康的身体甲心灵。阮恳求你改变阮的心智。互阮有追求信仰的热情，阮要尽心尽力、尽力尽心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来回应主的听。这时，阮要甲你所享受的金钱来奉献，互你的教会做圣工的路用，请你感觉。阮安尼感恩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咱掀开周报第5页，
咱来关心教会的事工。本周特别事工，头一点，年初有一场大火，燃烧了陈成俊牧师及拉拉山的厝。是本日民主日今仔日有来本会义卖高山的高丽菜是咱楼骹1楼一地100块，请会友多多来关心协助伊的重建伊的家园。第二点，新生命餐会，咱是下一个主日4月25有水礼圣礼典，圣礼典完毕，自中到12点，是9楼联谊厅有新生命的餐会欢迎即摆受洗的兄弟邀请亲友来参加是本日今仔日以前师分会干事来报名。今仔日的报告简单到这，其他的请咱家己来看。下面要请薛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带导。我遮有2位是陈成俊牧师的囝啦。有伫遮无？我毋知陈涵、陈雅瑜，敢有伫遮？在最后面。因伫上后壁徛迄个站着的2位，嘛请咱等下要出离开教会以前阮万人都会当将因的高丽菜买光光这样子来祝福因安尼。好，只是毋知阁有人第一届来上联教会做礼拜，无写着留名卡的无？无好，咱只是做伙来祈祷。亚湾的主上帝，我们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主，阮只有独独你来恳求，主全世界疫情，恳求你来怜悯，互阮人类有智慧会当来控制。主毋那安尼，你也祝福阮的国家头前的路，祝福阮国家的安全。主啊，会当伫你的膝下得到平安。主你看顾，也祝福阮的国家在欠水的时，阮毋忙恳求上帝，你会当将雨水淋到伫阮的国家的中间，祝福阮会当有够用的雨水通使用。主啊，你来怜悯，你来看顾阮。主，阮也要特别将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人有身躯病痛的，恳求你来医治，来保守因，手术喜乐的心，诚做良药，互医生所用的药甲治疗会当有好的果效。也有人心灵软弱的，主也恳求你对因的心来讲话，因带因来转向主你的光，互当主的光照入因的心内，互一切黑暗就离开。主啊，求你来看顾。主，若是有人的厝有死死的，也求你来安慰，来看顾。主，阮真正知，阮是无完全，总是阮会当诚做你的囝儿，大当你来恳求的事。上帝就恳求你，照你的旨意，临到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主，你来启造阮，你来帮助阮，主，互阮的生命因为主来改变。主，互阮的生命会当发出主你的香味，来吸引别人来认捌你。主，就恳求你大大使用阮。主，搁一摆将阮每一个人甲阮的家庭交托仰望伫主的手，恳求上帝赐阮祝福阮。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上言511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请起立。
咱着领受上帝差遣，转到咱的厝里，会当有信心的引带，改变咱，互咱的性命、信仰性命受着起造，互主来使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叹、信心的相通帮赞，甲恁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声温，共受差遣。